即马要过年啊，物件嘛愈来愈贵。根据农业部的统计，菜市的价销是起24%，果子起17.5%，也若花是一个手起30.9%。农业部嘛协调北农要来增加供应。另外，中油宣布20番点过，汽油是起4角，柴油起2角。按压油枪加油，加油中。车一台刷一排，开入自助加油区，拜六下晡人也是袂少。19中昼，台湾中油公司宣布，汽油、柴油要分别起4角甲2角，并且对20:00点开始就生效。袂少人是赶伫起价进前就赶紧先来加油。好像涨蛮多的，对啊，就是上礼拜就是也涨0.5，蛮激动的，荷包缩水。当然，就比以前来讲的话，是比以前油价贵了。袂少民众讲变贵啊，毋那即礼拜、顶礼拜相款汽油起5角，柴油起6角，2礼拜来汽油、柴油拢起1块啊。虽然国际油价继续起价，但过为着要互民众过一个好年，中油过年连续2礼拜汽柴油采取起价袂调价、落价调价。二月底进前，天然气加汤装的价数介绍也袂起。那个水果一个樱桃一盒要800多块，哇！之前可能350之类的，现在就是称重的1斤。对，就贵一点。你过年刚剩一礼拜，根据农业部统计，今年青菜水果拢起价，像是香蕉起到8外块1斤，蘑菇柑也起到80几块。整体算来，青菜价销大起24%，水果起伏17.5%。另外，要毛猪受到猪流行性的落屎，也有南耳病症影响，交易平均价销最近达到每公斤98块。原来过年下尾年节花整体起30.9%。菊花比较贵，因为可能是台风天的关系吧。基期因素这个1月的 CPI 年增率搞不好，甚至这个接近3% 都有可能。但是在第1季之后会来到央行设定的 2% 以下。专家分析，主要是受到年节短期影响，加上2025年代票有希望行悬，起价有价2月就恢复。农业部也协调北农增加青菜水果货供应量来稳定年节物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